12月22日原則不是個性。回頭看看我們那些值得尊敬的酒徒，去批評那些不怎麼值得尊敬的酒徒，那些方式真是可笑。當一個酒徒批評另一個酒徒，這景象真讓人難以想像。心靈之語第37頁英文版。我是什麼人，憑什麼評判別人？當我剛加入協會時，我發現自己喜歡所有人，畢竟是 AA 幫我找到了一種沒有酒精而且更好的生活方式。但事實上，我不可能喜歡每一個人，他們也不可能都喜歡我。當我在協會的幫助下成長時，我學會了聆聽他們的想法，來愛每一個人。原本在那兒的人，或是新到這兒的人，都可能是上蒼選派給我的人，來傳達給我今天我所需要的訊息。我必須永遠都記着，將原則放在於個性之上。